大家好啊！感謝上天俾我哋思考嘅時間，讓我哋可以重新評價自己嘅想法。每個人都有改變嘅力量，學會靜心控制思想，先至可以吸引更美好嘅生活。記住，感覺會話俾我哋知，我哋正喺度思考緊啲乜嘢。好嘅感覺會帶嚟好嘅結果，讓我哋一齊努力，創造更美好嘅未來。接下嚟，我哋就交俾菠蘿王子分享第4次讀書會嘅內容。有請菠蘿王子。哇！真係要大大聲咁講一句，多謝 Natalie， 佢頭先嘅演繹真係超有心、超有能量，搞到我個腦又再充多咗次電啦。好，接力棒到我菠蘿王子手啦，唔好走開，因為接落嚟就係我同大家分享我哋第4次讀書會內容，準備好未啊 ？Let's go！ 麗莎尼可斯話：多謝上天俾我哋時間嚟思考。讓我哋嘅想法唔會立刻變成現實，否則可能會出問題。呢段時間讓你有機會重新評估自己，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乜嘢，然後做出新嘅選擇。你而家擁有創造自己生活嘅所有力量，因為你正在思考。如果你心裏有啲實現後唔會有好處嘅諗法，而家就可以開始改變佢哋，用更好嘅諗法嚟替換掉嗰啲唔好嘅，讓佢哋消失。時間對你嚟講係個好幫手，因為佢能夠讓你產生新嘅諗法，發出新嘅頻率。就從而家開始啦。喬維泰利博士提醒我哋要注意自己嘅想法，精心選擇並享受呢個過程，因為你就係自己生活嘅藝術家，就好似米開朗基羅雕刻嘅大衛一樣。掌控你嘅心靈，一個好方法就係學會靜心。所有嘅導師都把靜心當作日常功課，直到我發現靜心嘅力量有幾強大。靜心能夠讓心情平靜，幫助你控制思想，並且讓身體恢復活力。最正嘅係，你唔需要花幾個鐘頭，只要每日3到10分鐘就能睇到驚人嘅效果。為咗更清楚自己嘅想法，可以時常話俾自己，我係自己思想嘅主人。經常咁講，靜心時亦咁諗。保持呢一個意念，根據吸引力法則，你會逐漸變成嗰樣。你而家掌握嘅知識可以幫你創造出最精彩嘅生活版本，而呢個版本嘅可能性已經存在於你嘅頻率中。決定你想成為點樣嘅人，做乜嘢事，擁有乜嘢，想住呢啲，發出頻率，願景就會喺你嘅生活中實現。秘密摘要：生命嘅偉大秘密就係吸引力法則。吸引力法則講，同類相吸，所以當你有一個想法，就會吸引到類似嘅想法。思想係有磁性嘅，會發出某種頻率。當你思考時，呢啲想法會傳送到宇宙中，吸引所有相同頻率嘅事物。所有嘅思想都會返到你呢個源頭。你就好似係一台人體發射台，用思想發送頻率。如果想改變生活中嘅任何事，就要改變你嘅想法，轉換頻率。你當下嘅思想正在創造你嘅未來。你最常想嘅或最關注嘅會出現喺你嘅生活中，成為你嘅一部分。你嘅思想會變成現實。第2章秘密嘅法則。麥可帕納德貝奎斯話：我哋生活喺一個有法則嘅宇宙中，比如重力法則。如果你從高處跌落嚟，不管你係好人定係壞人，最終都會落到地面。吸引力法則同樣係自然法則，公平無私，準確無誤。喬維泰利博士提醒，而家你生活中嘅一切，包括你喺抱怨嘅事，都係你吸引嚟㗎。我知道聽到呢一句說話，你可能會唔高興，會想我可以冇吸引車禍或麻煩嘅客戶，但我要話俾你知，確實係你吸引咗佢哋。呢個係個難以理解嘅概念，但一旦你接受咗，你嘅生活就會改變。人們第一次聽到呢部分時，經常會聯想到歷史上嘅一啲悲劇。對於嗰啲事件中人們嘅吸引力法則感到困惑。根據呢個法則，呢啲人同事件嘅頻率係相同嘅。呢個唔一定意味住佢哋想到咗嗰個事件，而係佢哋嘅思想頻率同事件相符。如果人們相信自己會在錯嘅時間出現喺錯嘅地方，或者覺得自己無法掌控情況，持續呢種恐懼同無力嘅想法，就可能真係吸引到嗰樣嘅情況。你而家有選擇，你要相信一切都只係運氣。
壞事隨時都可能發生，定係相信自己對生活有掌控力，只有好事會進入你嘅生活，因為你咁樣諗，你有選擇，無論你選擇乜嘢想法，都會成為你嘅生活經驗。除非你持續用思想去召喚，否則唔會有任何經驗進入你嘅生活。鮑伯道爾話，大多數人都係喺自動駕駛中吸引事物，認為自己對此冇控制力。當你嘅思想同感覺處於自動狀態時，所有事情都會根據設定值降臨。如果唔知道呢個秘密，有啲唔想要嘅事情就會喺你或他人生活中發生。呢個好明顯，呢個都係因為我哋對思想嘅強大創造力缺乏意識。喬維泰利博士話，如果你第一次聽到呢，可能會想，天啊，我得監控我嘅思想，呢個太麻煩啦。剛開始看似如此，但呢其實好有趣，因為要達到呢個秘密有好多捷徑，而你需要揾到最適合你嘅方法。繼續閱讀，你會知道該點做。馬爾西許莫夫，作家、演講者、生命轉化帶領者，提到想要監視所有嘅思想係不現實嘅。研究顯示，我哋每日大約有6萬個想法。你能想象要控制咁多嘅諗法有幾累咩？幸運嘅係，我哋有個簡單嘅方法，就係依靠感覺。感覺能幫助我哋知道自己喺度諗嘅乜嘢。感覺係創造美好生活嘅關鍵工具。你嘅思想係起因，而你喺呢個世界上睇到同經歷嘅一切，包括感覺，都係結果。起因永遠係你嘅思想。鮑伯道爾話，情緒係我哋最神奇嘅能力，能讓我哋了解自己嘅想法。你嘅感覺能迅速告訴你在諗乜嘢。想一想，以前有冇啲乜嘢時候，你嘅感覺突然下降？可能係因為聽到咗壞消息。呢啲即時嘅感覺就係讓你知道自己喺度諗乜嘢嘅信號。你必須意識到自己嘅感覺，並與之和諧相處，因為佢係最能快速告訴你想法嘅方式。麗莎尼可斯話，感覺有2種，好嘅同唔好嘅，你能分辨佢哋嘅唔同。一種讓你感覺良好，另一種則讓你感覺糟糕。讓你感覺無力嘅情緒，如沮喪、憤怒、怨恨同罪惡感，都係唔好嘅感覺。冇人能夠俾你自己嘅感覺係好定係壞，因為只有你知道。若不確定自己嘅感覺，可以問自己，我而家感覺點樣？喺一日中，經常停落嚟問自己呢個問題，會讓你更察覺自己嘅感覺。你需要知道嘅係，唔好嘅感覺同埋好嘅想法唔可能同時存在。呢個係因為感覺係思想嘅結果。如果你感覺唔好，咁係因為你有讓你感覺唔好嘅思想。思想決定咗頻率，而感覺會話俾你自己喺嗰個頻率上。當你感覺唔好時，你就處於吸引壞事嘅頻率上。自然吸引力法則會吸引更多嘅壞事，讓你感覺更糟。當你感覺不佳，但又唔去改變思想，讓自己感覺好一啲，其實就係喺度講，再俾我更多讓我感覺糟糕嘅情況吧。好啦，各位朋友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告一個段落啦。希望你今日聽得超級過癮啦。不過好戲仲喺後頭，我哋已經開始期待第5次讀書會嘅超讚內容啦。如果你聽完今日呢集，亦覺得哇，呢個讀書會太正啦，我絕對要加入嘅話，非常簡單，趕快而家立刻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知道，我想參加讀書會，我會親自主動咁聯絡你，讓你成為我哋下一場精彩讀書會嘅一份子。而冇再等啦，我哋讀書會等你啦，記得訂閱、按讚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